大家好，我係 Ingrid 啦。一提起鑽石，大家對眼係不期然就會 bling，但係睇到個價錢呢，個心一嚟嗱。近年呢，我哋多咗一個選擇，就係實驗室培育石。今日咧就等我帶大家嚟到培育石專門店 Truly Craft， 同佢哋嘅店主 Crystal 傾下偈，讓我哋了解培育石嘅秘密。Hello， 嗱 Crystal 啊，大家咧對培育石都有好多個問題嘅，不如我由最多人問嘅第一個問題開始問你。好，究竟培育石係咪屬於假嘢嚟嘅咧？係咪專業繩嚟嘅咧？呢個真係超級誤解啊！大家都對於培育鑽石咧有好多誤解，但係我想講咧，其實培育鑽石同天然鑽石咧都係100%嘅真鑽石嚟嘅。天然鑽石咧就喺地殼入邊經過幾千年去形成啦，而培育鑽石咧就喺實驗室度種出嚟嘅。種出嚟？你好似講到啲科幻小説咁，點解鑽石可以種出嚟嘅咧？情況咧就好似雪櫃嘅冰同埋北極嘅冰啦，兩個咧成分都係 H2O， 都係冰嚟嘅。培育鑽石同天然鑽石咧都係一樣，所有嘢都係一模一樣，不過咧佢哋生長嘅地方咧就大有唔同啦。簡單嚟講咧，培育鑽石係有兩個方法去培育嘅，一個係 HPHT 啦，另外一個咧係 CVD。HPHT 咧係高溫加壓加熱嘅，好似一個超級大嘅壓力煲啦，將一啲碳粉咧同一啲好細微嘅鑽石種子一齊放入去，個煲一着咧，碳粉咧就會慢慢結晶黐住個種子，咁咪會變得越嚟越大，變成一粒鑽石咯。另外一個方式咧 CVD， 感覺上係比較溫柔。佢咧就好似喺個真空房入邊咧，充滿咗碳嘅氣體。咁佢好似用微波爐咁嘅能量咧，將啲氣體入邊嘅碳原子叮咗出嚟，之後佢會好似落雪咁樣，一層一層咁鋪喺個鑽石種子度，慢慢咧令到個鑽石種子長大而形成咗鑽石嘅。Crystal 話嗱，頭先咧聽你講解得咁詳細咧，都知道咧培育鑽石咧嗰個嘅科技發展都好犀利啦。嗱，我哋肉眼咧基本上都分唔到培育鑽石同天然石嘅，究竟有咩方法去知道佢嘅來源呢？嗱，啱啱都有講到啦，天然鑽石咧同埋培育鑽石咧，佢哋兩者嘅結構啊、硬度啊、閃度都一樣㗎。咁如果我哋咧兩粒擺喺面前咧，用肉眼啊，基本上係分唔到。不過我哋都會有兩個方法咧去做辨認嘅。咁第一啦，就係我哋會有一啲特製嘅儀器啦，將粒鑽石放入去咧，咁我哋會睇到每粒鑽石結晶嘅情況啦，從而咧就分辨到佢哋係天然定係培育咯。第二個方法咧就係用證書去分辨啦。咁每一粒有證書嘅鑽石咧，佢哋上邊都會刻住個 number 嘅。咁嗰個 number 咧會對應翻有一個證書啦。咁證書上面咧亦都會講明咗呢一粒鑽石係天然定係培育咁樣嘅。今集咧真係要多謝 Crystal 咧，讓我哋了解更多關於培育石嘅資訊。嗱，嚟緊下一集咧，我就好想再繼續同你傾偈，了解一下咧點解培育石近年會咁受歡迎啦，而客戶咧有啲咩嘅諗法，讓佢哋咧就有一個新嘅可能性、新嘅選擇。咁大家記得密切留意。同時間咧，我哋都歡迎各位咧對培育石有任何嘅問題咧，都可以喺我哋條片下底留言。咁我哋咧睇到你哋嘅問題咧，就會拍翻啲影片回應翻大家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